嗨，大家好，我是唱评述。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中產。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它介紹叫懸的中產，那意思就是這個中產這個階層都是懸着的，中產的不容易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他的文章說什麼。所以這個話題實際上就是聊中產的焦慮。當然了，相對應的還要聊一下咱們普通牛馬的焦慮。兩種焦慮都是焦慮，但是呢，它有不同點，它有區別，它們到底差別在哪裡？其實很多中產最怕的，並不是已經窮得揭不開鍋，窮是很直白，就是錢不夠花，買不起房，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活動圈子被牢牢限制住，這種痛苦是實實在在，但邊界很清晰。真正折磨中產的是那些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也就是那些還沒有發生的未知風險。你看着日子過得挺好，住着不錯的小區，可不敢細算還剩多少年的房貸。你拿着一份可觀的工資，卻不敢琢磨，萬一哪天被裁員，家裡還能撐幾個月。捨得給孩子報很貴的培訓班，但心裡也犯嘀咕這到底是在投資孩子的未來，還是僅僅買一份自己的心安理得？這文章說他說表面看一切安穩，實際上腳下沒有落腳點，整個人都是飄在空中。這就是現在常說的叫懸中產。什麼叫懸浮中產呢？他有房有車有學歷，工作體面，平時也捨得喝一杯30-40塊錢的咖啡，每年能帶孩子出門旅游，也會研究保險、資產配置，聊聊國際學校，聊 AI， 看着啥都不缺，日子關係精緻。可所有這一切都維繫在一個上面，那就是每個月按時到賬的工資。一旦工資斷了，房子瞬間就變成沉重的負擔，孩子教育變成迫在眉睫的賬單，保險變成了煩人的這個續費提醒，每年都提醒你到期了趕緊要續。而車子呢，那是不停的往出掏錢，養車連之前攒下的人脈說不定都成了負擔，對吧？人家孩子要上學升學，这個買房等等，你的就表示对吧？又添了新人口，結婚，曾經代表生活品質的東西，轉眼變成了壓力。過去大家印象裡的中產是一輩子穩的，日子過得越過越紅火，就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但現在中產更像是高空懸停，是懸浮的，腳下是空的，全是風險。房貸、裁員、孩子教育、家人生病、經濟周期、年齡增長，隨便哪一件都像一陣風，隨時把你吹落。往上看，階層躍遷通道基本就是往上的升的這個通路已經關閉，資產、資源、圈層、話語權全都夠不着，身在社會中間卻沒有實實在在的依靠，所以會焦慮。不是貪心不足，是清清楚楚的明白當下的生活其實特別容易破碎，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滑落。所以我們經常聊的是吧？這個消失的中產，中產的消失，中產返貧，那就是這幾年是不是高頻用詞接下來咱們說一說懸浮中產的現金流，還有藏在裡面的風險。文章說他說很多人屬於高現金流，但算不上資產階層，這兩者差別很大。不少中產把每月的工資流水直接當成自己階層的底氣，工資一到賬，房貸扣掉，信用卡還清，孩子學費交完，周末還能消費，年年安排旅行，整套生活像一台精密運轉的機器。只要月薪準時到賬，這個機器就會不停的運轉，看着體面，隱患其實就埋在這裡。這套體系幾乎沒有容錯空間，就是它的容錯能力特別差，也就是咱們現在流行說的沒有什麼韌性。有的人月入3-5萬甚至10萬，扣完房貸、車貸、教育支出、父母醫保、日常開銷、人情往來之後真正能存下錢少得可憐。
這就是典型的高流量、低庫存的家庭，錢哗進，哗往外流，存不下多少积蓄，發工資那幾天看着寬裕，到了月底啥也沒剩下，這就是最大的坑，也就是完成不了原始的積累。收入不算低，卻沒有真正托底的資產，那資產是要靠積累出來的。現金流和資產是兩碼事，現金流要不停地靠工作輸血，受公司、行業、大環境影響極大。資產不一樣，就算你不上班，也能持續產生收益，給你緩衝和選擇的餘地。現金流帶來的安全感是虛假脆弱的，你可以維持高標準生活，可收入一旦斷掉，花的比誰都厲害。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有些收入很高的人焦慮感反而更強，月入1萬的人開銷簡單，苦惱大多只是錢不夠；月入5萬的人房貸高，教育花費高，生活開銷大，身邊家人對你期待也高，不是嫌得賺得少，是被昂貴的生活模式牢牢锁住。收入越高啊，背後拖着的生活机器就越龐大，一旦停下，所有的压力全部撲面而來，人自然活得緊繃。再說一說啊，中產的生活真相，還有容易踩進去的消費陷阱。很多人誤以為消費升級就等於階層躍升，搬進高檔小区，換好車，送孩子去學費高昂的學校，用最新款電子產品，年年出國旅行，就覺得自己邁入了更高階層。可這些只是拉高了你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房子要還30年貸款，孩子教育要持續投入10幾年，保險年年續費，小區越好，物業費、人情往來開銷跟着漲，學校越好，附帶的隱形花費就越多。這些全部變成長期的財務枷鎖。習慣這種生活之後啊，再往下調整就格外難了。關鍵是你花了這麼多，不代表你就上了一個圈層。很多中產啊，實際上他以為通過花錢啊，這個土豪就跟這些資產階級啊，跟他們模仿他們的生活開支，通過這個來達到啊，認為自己或者產生一種誤解或者假象，認為自己也是資產階級。你看我的生活水平跟他一樣，他吃什麼我也吃什麼，他怎麼過這一天我也怎麼過這一天，咱們已經達到一樣的水平了，所以產生一種誤覺啊，錯覺。說白了，我們是在定於體面，而不是真正的擁有體面。這份體面就跟付費會員一樣，按月交房貸才能住上好小區，按期交學費，孩子才能讀好學校，每年交保費才有那份心理安慰，每年逢年過節的消費，對吧？才能維持朋友圈關心的人設，不停的參加社交，才不會被圈層邊緣化。一旦停止付費，這份體面直接到期就失效。所以對懸浮中產來說啊，消費降級絕不只是少花點錢那麼簡單，可能要從好房子搬到普通住宅，孩子從高價補習班換到平價，出國旅遊改成周邊短途旅遊，連自我犒勞的要學會克制，朋友圈也不再曬生活。這不單單是經濟調整，更是自我認同的巨大的震盪。很多人呢，在意的不是一杯咖啡多少錢，而是猛然醒悟，自己拼命維繫的生活根本沒有想象中穩固，是不堪一擊啊，經不起任何風浪。這份失落才最熬人吶。消費主義之所以很容易拿捏這群人，就是他把每一筆消費都包裝得無比合理。報輔導班是為孩子的未來，買保健品是為家人的健康，換大房子是提升生活品質，配置保險是換取安全感，學藝術是提升審美，旅行增長見識，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購置新衣維護職場形象，每一筆錢聽上去都花得理所應當，不知不覺錢就掏空了。外人看中產，總覺得人生選擇權很多，可以跳槽換城市，送孩子讀國際學校，出國旅行，創業投資，到處都是機會。但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明碼標價，藏着巨大的成本。換工作要面對試用期降薪，收入不穩，履歷
還可能斷裂，家庭現金流跟着受到冲擊啊。換一座城市，要處理房產、孩子轉學、安頓社保，還要顧及另一半工作、老人贍養，給孩子轉學要適應新環境、新社交，繳納新費用，家庭教育規劃全盤改動。職業轉型，過往積累的經驗可能要部分作廢，需要重新學習。創業等於拿掉整個家庭的安全墊，所以看似美好的可能性，全被家庭責任、債務、年齡、機會、成本死死的束縛住，根本做不到外人想象中的生活和自由。這也是為什麼相比年輕的普通人，懸浮中產做抉擇的時候更加煎熬。年輕人失敗了，大不了從頭到再來，試錯成本很低，而中產爬到半山腰，往後退不甘心，往前走吧，阻力重重，每一個決定都牽動全家的命運，不是無路可走，是每條路都要付出高昂代價，再也不能像20歲那樣无视代價賭一把，进也難，退也難，叫进退兩難，原地停留充滿危機，這就是焦慮的根源。那麼中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多人把平台賦予的光環當成自身的實力，大廠員工、金融精英、外企經理、諮詢顧問，這些光鮮的頭衔帶來高薪和資源，可要分清這份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崗位和平台給的。行業風口退去，公司走向下坡路，光環會瞬間褪色。在公司裡能調動資源，是企業賦予你的權限，拿下客戶靠的是背後的品牌，做成項目仰仗公司的預算和团隊，拿到高薪是整個行業處在擴張期。剝離這些外部條件，市場只會問一句：你自己到底能幹什麼，會些什麼？誰願意為你的個人能力買單？過去手握大公司的頭銜就代表安全感，現在不一樣了。離開平台之後單純的工作經驗已經沒有那麼值錢。 AI 能寫方案，各類模板工具遍地都是，企業不斷壓縮管理層，標準化協作工具越來越廉價，年輕人、新技術共同壓低市場價格，企業不再單純為你的過往履歷買單，只看你當下能不能獨立解決實際問題。如果你的能力只適用於公司內部環境，那安全感就十分脆弱，在崗的时候自我感觉是人才，一旦離開平台就要重新向市場證明自己，人到中年再來這麼一回，尊嚴和精力都要經受巨大的消耗。很多人說中產就是不知足，日子已經好過絕大多数人，為什麼還要成天發愁？其實他們的焦慮不是無由來的情緒，只是提前看見了未來潛藏的種種風險。他們清楚房價不會永遠上漲，行業紅利終會消散，學歷的紅利慢慢縮水， AI 會重塑大量崗位，孩子的未來競爭只會愈發激烈，老人養老醫療是巨大的未知數，一次投資失誤，多年積蓄就可能付諸東流。隨着年歲增長，個人精力機會都在變少，他們要應付當下每個月的賬單，要提前防備那些看得見卻沒法徹底根除的隱患。既不像底層只需要顧好眼前，也不能像富人依靠資產团隊對沖風險，兩頭不靠，最容易被未來壓力壓垮。他們讀過書，懂道理，可偏偏更容易陷在焦慮裡。孩子教育、老人醫療養老、職業轉型、資產規劃，大大小小的事全部要自己盤算，壓力自己扛，看得太透徹，各類風險看得清清楚楚，卻又無力徹底消除。明知道周期輪轉，卻跳不出去。明白資產很重要，但大部分收入都拿來還債養家。清楚自我提升的意義，卻擠不出多餘的精力。想要放鬆每月的賬單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停下。這份焦慮是結構性的，不是勸兩句別焦慮就能化解的。人們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很多家庭把消費升級等同於階層躍升，真正的階層提升是擁有更多的選擇權和自由度。
而不是背上一堆月月要還的賬单。要是一个家庭的消費水平上去了，抗風險能力反而下降，那就值得警惕。換大房子之後，再也不敢失業，送孩子讀昂貴學校，經受不起收入波動，開銷越來越大，存款卻越來越少，外表光鮮亮麗，內心不敢直面沉重的壓力。這不是變強了，是把自己關進了成本更高的牢籠。文章說啊，他說評判一個家庭過得好不好，不要光看表面風光，要看如果沒有收入，家庭還能支撐多久？負債不是健康，教育支出有沒有壓垮全家人？手裡的資產能不能快速變現？就算暫時不工作，還能不能維持一段時間生活？這些才是實打實的底氣，遠比朋友圈曬出來的生活靠譜。不少中產看着十分努力，抗風險能力卻始終上不去，大把時間精力都用來維持看起來像中產的表象，追求住房、車子、名校這些看得見的體面，卻很少用心搭建保護家庭的底層底盤。體面人人人看得見，底盤才決定風浪來的時候你扛不扛得住。文章最後說啊，那懸浮的中產該怎麼破局呢？核心不是拼命追求更高的收入，而是讓自己落地就不再懸浮。如果把全部的安全感壓在高薪上，是非常危險的。收入一旦波動，整個家庭直接陷入危機。與其一門心思衝收入，不如把高收入但脆弱的生活變成中等體面但韌性十足的狀態，多給自己預留緩衝和保障，實際上就是降級唄。文章的意思就是你中產，你主動降級，重新定義家庭安全感。他說4個關鍵點，第一個是現金儲備，算一算家裡的存款能覆蓋幾個月的必要開銷，少於3個月風險極高，3到6個月勉強有點緩衝，存夠6到12個月的生活費才算擁有選擇權。第二個啊，算清每月剛性支出佔收入的比重，房貸、教育、保險、車貸、基礎生活開銷，如果加起來佔到收成的7、8成，那哪怕賺的再多也危機四伏，就是收入啊負債比。第三個，收入來源不要單點集中，最怕全家的收入只依靠一個人的工資，或者夫妻倆同在一個行業，行業下行，公司變故，全家直接斷收入，要分散風險。第四個呢，是打磨脫離平台依舊能變現的個人能力。你要時常反問自己，如果公司的頭銜光環消失，我憑什麼被市場認可？是有拿得出手的個人作品，有願意為我個人付費的客戶，行業內的口碑，可以跨企業複用的硬本領，還是跨圈子的人脈？不是說人人都要做自由職業，而是要擁有離開組織也能活下去的本事。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公司永遠不開除你，就算被辭退，你也不會一切歸零。最後文章說啊，這不少中產啊，把全部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上升通道變窄，就寄希望於下一代突圍，瘋狂報班堆證書，生怕孩子掉隊，害怕家庭階層滑落，孩子身上背負了很多不屬於他的家庭焦慮，孩子不再只是孩子，變成家庭防禦階層下滑的工具。父母為此投入大量金錢精力，哪怕現金流緊張，也要借錢上高價培訓班。父母情緒緊繃，還要逼孩子內捲，親子關係隨之變得緊張。文章最後說啊，懸浮中產不是嘲諷這群人虛榮交情，他們受過良好教育，踏實努力，靠着奮鬥實現一定程度的階層提升，只是時代浪潮下腳下原本安穩的土地消失了。過去經濟高速增長，讀書進好行業，買房日子就能穩步向上，如今增速放緩，重資產重新洗牌，行業波動加劇，就業不再穩定，那條坦途變得充滿變數。叫什麼？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對吧？是這意思吧？也就是這些中產已經走了一段的上坡路，人生事業都在上升期，然後突然受到變故，那就必然要走一段下坡路，那下坡路就難走了，就會更加的煎熬。中產卡在中間，回不到過去的起點，又達不到理想的上層，
卡在中間，進退兩難。看清現實，不是要躺平絕望，而是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可怕的不是遭遇困境，明明處境脆弱，卻假裝一切平安；明明收入尚可，卻把日子過得毫無回旋餘地。真正要做的是讓自己落地，現金流安全可控，開銷留有彈性，打磨不依附平台的本事，家庭關係穩固，生活模式可以靈活調整，不被消費主義綁架，放下把所有期待壓在孩子身上的執念。文章最後說啊，他說就算真正要做的是讓自己落地，放下把所有期待压在孩子身上的執念，就算外部環境动盪，也不至於瞬間失控。這個時代人人都在追逐更高收入、更大房子、更好的學校、光鮮的身份，但懸浮中產最該思考着，我的腳下到底有沒有堅實的地面？如果還沒有，別着急假裝自己已經上岸，一點點把地基建出來。存款是地基，健康是地基，讀熟你的本領是地基，和睦的家庭是地基，能屈能伸生活方式是地基，不盲從消費主義是地基，容許孩子做普通人也是地基。文章的最後多多少少還是回歸到什麼？回歸到心態調整，對吧？這容許這個容許那個，實際上都是心態調整的。孩子做普通人，首先面臨的是你的心態調整。能屈能伸，那不就是心態調整嗎？能過苦日子，能過有錢的日子，也是心態調整，对吧？你能頓頓山珍海味，你也能连吃1個月的榨菜加馒頭，這不都是調整嗎？這就是我今天看的這個叫懸浮的中產。這個怎麼說呢？談談我的看法因為實際上他因為寫了很多東西跟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面觀點都非常類似接近，但是有一些我也不太認可。首先這個我們要搞清楚這個中產首先把這个概念要區分一下。我們很多人一說中產，那感覺好像中產是什麼？我們通常說什麼無產是吧？那是中產相對於無產或者是資產階級叫資產，這感覺就編出個中產出來。這個產呢，對不對？什麼產？無產還是資產？指的那個產指的什麼？咱們高中都學過指的是生產資料，應該這麼說吧。那麼你是沒有生產資料的，他是有生產資料的。那麼那中產是什麼呢？是介於有和沒有之間是嗎？這不太好理解是吧？這個詞是編造出來的，就你要麼是無產，要麼你就是資產。當然也不能說是編造出來的，就這個中產有點像那個馬克思說的是吧？小資產階級，那你說他也不是大資產階級，他是說成小資產階級。這麼說的話那我們現在也沒有絕對的無產階級，對吧？沒有因為現在改革開放40年了，那誰身上還不有點錢呢？對吧？誰還不有輛自行車什麼的，對吧？你有輛車，你就可以跑網約車你有輛電瓶車，你就可以跑外賣這不都是生產資料嗎？那你是不是就變成資產階級了？所以這玩意兒這是不是就這個叫什麼概念有點模糊了這個中產實際上是個夾縫，往上它比不上那資產階級，往下它又比那個無產要稍微好點。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實際上沒有什麼中產，中產實際上你完全可以把它歸類到無產裡面。它只不過是那個無產裡面也就是我們說普通牛馬，中產只是我們普通牛馬裡面的稍微養得好一點的，他的收入稍微多一點，他的學歷說不定稍微高一點，他的機會稍微好一點，但是歸根結底都是靠出賣自己8小時，出賣自己身體去換錢。歸根結底，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你這個月不上班你就沒工資。歸根結底，他們都會失業。所以你要這麼一看的話，那中產實際上就是一個，對吧？大號的韭菜嘛，大號的，稍微這個光鮮一點的牛馬。普通牛馬是給供農民耕地，對吧？供普通士兵衝鋒陷陣的。你這個光鮮的牛馬是替皇帝拉車的。那就這個吧，這個牛馬就得到更好的照顧，吃得好一點。但是你牛馬還是牛馬呀，對吧？你拉車還是拉車，還得出體力活
但你不能因為你吃的好一點是吧？你的待遇好一點，你就不是牛馬，你就變成另外一個階層。所以是不是這是個誤區啊？如果把這個搞明白了啊，咱們就對中產這個就沒有什麼執念。那什麼叫中產呢？對吧？那中產實際上是它把概念發生了一些偏移。文章中其實也介紹到了啊，就是我們本来說這個產那個產指的是生產資料，對吧？你占有不占有？那偏偏到中產的時候，我们談的不是生產資料了，我們談的是消費。中產有資產階級那個消費的那一面，但是同時他的收入又跟牛馬是一樣的，來源於出賣自己的8小時，對吧？他需要一份勞動合同。你看看，這是不是中產反而是一種錯位？也就是我們說的啊，有點像丫鬟的命，小姐的心。哎，這個不一定非常形象啊，但你自己去理解。就是中產就是消費上面，他極力靠近這個資產階級啊，或者叫有錢人嘛，或者叫什麼？那些人不用勞動的，对不对？但是他的收入来源，他的一切现金来源都是來自於啊或者絕大部分主要來自於一份勞動合同。哎，這就是我們把這事就說明白了。所以維繫他這個整個的體面的，我們最終穿透下去就是那份合同。如果那份合同解除了，他這個整個的就垮了。那他這個垮比這個咱們普通牛馬垮的要狠一點。為什麼呢？剛才已經說了，他是消費主義，就是他已經是像那個我們叫資產吧，或者叫資產階級，對吧？這樣說比較好理解。他的消費已經向資產階級看齊了，靠攏。結果他那根，對吧？維繫他這個體面的這個合同沒了，那你說他垮的最厲害。那普通的牛馬為什麼垮的沒那麼厲害呢？因為普通牛馬他也想像那個資產階級那樣的消費，但是他畢竟沒達到啊，他沒那麼消費啊，他只是想象，他只是個構思啊，是吧？是個意淫，你畢竟沒有真正的去達到去做，所以說他反正那紙合同沒了唄，他就再找下份工作。而對中產來說，你找下份工作，你很難達到上一份工作的水平，那你原來的那種高消費或者那種開支，你維繫不了。人吶，走上坡路可以，走下坡路必須要調整心態。你要不調整心態，你下坡路你走不下去，生不如死。我們走上坡路的時候啊，我們享受了太多的光環，对吧？人家說，哎呀，那個人厲害啊，那誰家小子厲害，那誰同學真厲害，那誰對吧？那你看都有能耐，年薪幾百萬啊，在哪個大廠當總監、當副總是吧？手握大權，都是光環。那個時候，對吧？雖然你不驕傲，但是整個社會對你是一種正面評價，對吧？七大姑八大姨，什麼同學朋友，對吧？都給你3分薄面。有的人比較張揚，但是也有很多人並不張揚，是吧？那別人問你，哎，在哪兒上班啊？幹什麼？哎呀，你說，哎，一般，就是混口飯吃，是吧？這叫謙虛。一旦你失業了，那別人問你在哪兒幹啥呀，對吧？你這個時候就是，哎呀，在家待着呢，這就不是叫謙虛了，這就是自卑了一點啊。所以這是第一個說中產。第二個呢，中產的這個他起來呀，我們看那個胡潤排行榜啊，或者看什麼現在這個網上各種機構啊對中產這種定義啊，那我們知道大部分中產他的一個是他的收入比較高啊，就是相對普通人來說啊，他的收入，比如說普通人是5000一個月，他就3萬一個月了，對吧？普通人是1萬一個月，他已經年薪100萬了，200萬，对吧？他一方面他是收入高，另外一方面什麼呢？他們就是整個社會啊水漲船高，他正好趕上這個風口。什麼風口啊？不是行業風口，也不是什麼其他的什麼風口，他趕上的就是整個經濟在高速增長。我們從2000年它就在高速增長，對吧？那個 GDP 都10%幾的增長，10%几的增長加上他的收入高，那麼他就有可能是買了房，有人還買2套3套4套，是吧？那個時候買房都要加槓桿啊，因為整個社會都這樣的，不是他一個人要加，加急首付20%，莫名其妙啊，房子就賺了1000萬，你說是不是莫名其妙？再加上你看啊，這個是不是資產就升值了？莫名其妙，他要在上海2套房，那他怎麼着的2、3千萬了？然後那邊收入，對吧？
一年收入還100萬現金流，那你說他怎麼就不叫中產？他怎麼能不飄起來呢？問題現在是什麼呢？現在為什麼我們老說中產消失，对吧？消失的中產，中產返貧，中產返貧3件套，現在變成中產返貧7件套，還9件套，別管多少套，實際上1套就夠了，你就返貧了。何況是，對吧？那中產返貧從3件套到9件套，只能說明什麼？說明坑越來越多，你隨便踩哪個坑，你就返貧了。以前叫3件套，说明坑還少一點，現在坑是越來越多，你隨便踩哪一個啊？那實際上現在第一個是房價下跌，房價在縮水，資產在縮水，這個恰恰打擊的就是中產。真正有錢人不在乎，對吧？他在上海買那個30萬1平，2個億1套的房子，那縮水唄，跟他有什麼關係啊？人家科技股賺錢了，對不對？你這無所謂啊，因為他们資產配置手段非常多，但國內還只是一部分，他很多錢在澳大利亞、在日本、在美國，對吧？國內縮水了，人家國外漲了，所以整個的配置沒問題。但是中產呢，對吧？你就在國內，你這2套房，現在已經縮水一半了。這第一個，這縮水一半還不要緊啊，只是資產負債表不太好看，資產這塊縮水了。你只要現金流能穩住，你的生活品質還是可以穩住。問題是什麼？現在經濟在往下走，中產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中產也叫非生即走。現在所有的行業啊，本質上都在年輕化，所以你到了35歲，如果你上不去，你管你什麼中產，你就面臨着下崗，面臨着優化，再加上疊加的吧，行業不好，經濟不好，所以35歲失業。也就是說啊，中產面臨着那份維繫他那個中產體面的那份收入沒了，這才是最大的打擊，對吧？那文章中說的很多啊，比如說他的收入就那一份呢，對吧？家裡2個人就1個人上班，都是，對吧？他就是一條腿啊，就支着，那条腿出問題的馬上就不行了，就垮了，確實是這樣啊。所以這叫對中產來說叫雙重打擊，一個是資產的縮水，一個他的那個飯碗沒了。同樣啊。普通牛馬也是飯碗沒了，但是問題是普通牛馬他開支小啊，是吧？他就騎個電動車去送幾趟外賣，他的開支就出來了啊，就打平了。那中產可不行啊，他很多開支他停不了啊，對吧？孩子那輔導班交了一半了，你是怎麼着？後面是不交了還是怎麼着？按揭貸款你是不還了還是怎麼着？對吧？有的買了豪車，那車還沒還完呢。你把車賣了吧，这車也不值錢，消費主義嘛啊，所以我倒是覺得啊，中產它是個幻覺，如果你在中產這個幻覺裡面陷得越深，以後就會死得越慘。剛才說了幻覺，主要是啊，它實際上它是普通牛馬，都是靠那份工資維持，它只不過工資高一點而已，本質沒有變。但是他又跟這個消費者又在向有錢人看齊，所以作者說了啊，調整心態這些都是對的，對吧？他雖然沒說調整心態，實際本質叫調整心態，就是你既能吃海參鮑魚是吧，山珍海味佛跳牆，你又能吃糠咽菜，方便麵也能吃上1個月，哎，你得有這種心態，自然就沒問題。既然中產它是個偽命題是吧，是一種幻覺。那我們要做的是要把這幻覺打破，你不把這個幻覺打破，那你在其他方面你怎麼做，那都是叫本末倒置，沒有抓住本質。所以把中產這種幻覺要打破掉，你要首先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就是個牛馬，本質上就是牛馬，你只是機會好一點，對吧？讓你趕上好時候了，運氣好，不要把這個運氣啊當成你的能力。你趕上這個好時候，你好好享受一把。然後後面日子不好了，你就老老實實吃饅頭榨菜，不丟人，對吧？把那個妄念放一放，就是個普通人，不要老想着，对吧？我差一點就是什麼上了一個階級了。然後有人他一旦失業之後他不甘心啊，不甘心幹什麼呢？就開始創業，對吧？加盟奶茶店、火鍋店，有的紅綠市場，把自己那個窩囊費啊，就是那個对吧？解除勞動賠償金啊，揮霍掉為止，徹底老實了。所以第一個啊，實際上要調整心態。第二個呢，也是我們經常說的，對吧？能讓你度過低谷的，實際上只有你的才華，
其他一切啊都是可以被剥夺的，对吧？你的光環、你的平台、你的工作、你的岗位、你的职务，甚至你的存款，你手上的那黄金，你手上那个对吧？那些人工智能股票，那都是可以被剥夺的，唯独剥夺不了的是你的才华。所以我们要投資於人，就是我們投資自己，讓自己的才華，對吧？讓自己能力，對吧？你的安全墊實際上是能力，這是最主要的。當然了，我們在這個之前，那肯定還是有一些做法啊。這個我在會員節目裡面經常說，對吧？所以啊，我們想通過這個節目就是聊一聊啊，就是我沒有什麼中產，而且我就懷疑這個作者啊，他恐怕應該不是個中產啊，他要自己要是中產的話，他寫不出來這個。導致中產返貧的最大的問題，它還不是什麼高消費，真正的消費是打不垮中產的，真正讓中產陷入困境的是一種透支，實際上是槓桿。如果大家關注這個什麼排行榜啊，你就會發現那個所謂他排入那個中產那個階層是在萎縮的。確實啊，這數字就是這樣。為什麼萎縮啊？實際上就是房地產在貶值，資本市場也賺不到錢，也在縮水，是吧？經濟不行，所以這些中產這個階層在萎縮，人數越來越少，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滑落、下墜呀。所以最後我想說的是什麼呢？如果你是所謂的中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清醒的認識，你不是中產，你只是個大號的牛馬，只是點證，對吧？讓你找了一個工作高薪的工作，你跟牛馬沒有區別，你本質上還是靠那一紙合同。第二個呢，就是我們都希望啊，實際上我們要跟牛馬的先區別開，就是我被動收入啊，就是我不動，對吧？我的資產會為我帶來收入，這個收入啊可以覆蓋我的開支，我吃饅頭加榨菜，我開支小一點，我的被動收入多一點，是吧？我就能平衡，那我也能實現我不上班，我也不去那個靠那一紙合同啊來約束我，這也可以啊。那問題就來了嗎？所以這就是我們以前老說的配置啊。那有很多人他到不了這個水平，他理解不了，對吧？你在這兒一講，那很多人他聽不懂反而會出事，對吧？這就是我為什麼我說你的現金要超過1000萬，或者現金太多了，你不能存銀行了，對吧？存銀行，那你就得去幹什麼？你去北京、上海買那個核心區的房子出租，為什麼要出租啊？因為你有現金流啊，你那個現金流就覆蓋你的日常開支啊，對吧？你在北京核心區有一套房子，你300萬買的老破小，這個房子未來能賺多少錢不知道，還是跌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每個月對吧，能有1萬塊錢的房租，這1萬塊錢給你來花而已，對吧？你每個月都這1萬塊錢花，你就不用對吧？再去什麼啊？我要找工作。這就是配置啊，對吧？為什麼不建議大家去買黃金呢？對吧？一個黃金良莠不齊，我們真假我們也分不清，這些交易對吧？搞不明白。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黃金它沒有利息，它每個月它不給你產生什麼現金流，全靠它自己漲價，它也不漲呢，跌呢，那你就賭唄，對不對？那就是焦慮。但是如果你買了這種每個月固定給你利息的，那這個利息你拿這個利息來開支，對吧？你這焦慮就少多了啊！如果你所有的利息啊，你所有的這種被動收入完全把你的生活開支都打平，那你就實現了什麼？叫財務自由，你就不是普通牛馬了。你跟牛馬已經完全區分開，因為牛馬必須每天要上班，對吧？要去履行那個合同，你不需要的啊。當然了，這些也跟心態有關係啊，對吧？你的調整心態，你不要今天饅頭加榨菜，明天你看人家坐私人飛機，你也想來一架，那就不行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